啊，4年一班代表是国祥啊，很棒哦。像我们刚才看3年级，哇，小朋友小小的，可是口齿都很清晰哈，表达能力很好。校长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4年一班的班级代表。本班的校务建言有3点。第一点，学校常有小黑在 PU 跑道乱大小便，请学校补修围墙的缝隙。第二点，学校操场水沟盖墙掉下去，请学校尽快修补。第3点，学校常有中高年级的学生在玩低年级的游戏器材，请教导队。校长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4年4班的班级代表。本班的校务建言有3点：一、希望学校可以举行美化校园的活动；二、希望学校的围墙可以盖高一些，以避免校园被破坏；三、图书馆能够添购新书。好。校长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4年5班的班级代表。本班的校务建言有3点。第一点，运动会和园游会分日进行，园游会让班级自己摆摊位。二、学校开办付费社团能持久。3、半天不在校用餐，直接放学。好。